好，各位中心嘅同學，大家好，我係 Miss Lau 啊。咁今日想同同學睇下咧五四運動咧嘅中國嘅政局發展嘅。咁喺袁世凱去世之後咧，咁咧北洋軍嘅政府咧就處於一個分裂嘅局面啦。咁主要咧分咗兩個嘅即係軍閥嘅力量嘅。北面咧就有北洋嘅軍閥啦，南面就有南方嘅軍閥。咁北洋軍閥方面咧，同學可以望下書入邊嘅圖畫先啦，地圖先啦。咁最高呢度啦，黑龍江、吉林、奉天啦，即係而家中國東北三省一帶啦。咁就係咧當時嘅奉系，奉系咧就係張作霖為首嘅。咁咧再落少少啦，直縣黃色呢度咧，咁就係直系嘅湖北啦、江西啦、江蘇。咁直系咧就係由咧當時嘅馮國璋咧作為派系嘅領袖啦。咁其次亦都有咧皖系，咁皖系咧就係段祺瑞咧作為領袖啦。山西啦、陝西、山東、安徽啦、浙江同埋福建一帶，咁咧北洋軍閥咧所佔嗰個面積咧係比較大嘅喎。由呢度最高嘅東北地區啦，去到咧福建呢度，落到去下面啦。而咧南方軍閥咧就即係同北洋軍閥形成一個對抗嘅力量，咁兩者就經常咧都有一啲嘅爭戰嘅。而南方軍閥咧就有咧啡色呢一度就係田系啦，咁就由以唐繼堯啦作為領袖啦。而咧綠色呢一笪廣西同埋廣東再加海南咧就係咧陸榮廷咧領導嘅桂系。而當時好多嘅軍閥嘅領袖咧都係光頭噶喎，係咪啊？咁因為咧當時咧光頭亦都係軍人常見嘅一種髮色啦。咁有啲嘅報道啦，或者係啲嘅歷史資料有講到咧，啲軍人咧光頭嘅原因係避免佢哋打仗嘅時候啦，俾人扯條辮啊。咁軍閥政治之下啦，當然係個政局好動盪不安啊。咁而且咧個社會嘅治安亦都形成咗一種嚴重嘅威脅啦，百姓嘅生活咧亦都即係好難咧過住平靜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呢幅漫畫就展示咗北洋軍閥同埋南方軍閥互相對抗嘅情況之下咧，就將百姓嘅生命置於死地啦，無視咗百姓嘅生活嘅一啲基本嘅利益。同埋呢啲嘅軍閥咧，最可惡之處咧就係佢哋會勾結列強啦。佢哋咧為咗自己軍閥嘅利益啦，就會咧犧牲咗咧中國集體整體嘅利益喎。咁就即係勾結唔同嘅國家勢力啦，例如段祺瑞啦，就勾結日本啦，希望得到日本嘅支持啦。咁馮國璋啦、曹錕啦、吳佩孚就勾結美國啦、英國等等。咁呢啲嘅例子亦都反映到咧當時咧百姓咧就成為咗政治嘅犧牲品啦。咁今日嘅重點咧就會去到 page 31版，就係北洋軍政府咧面對嘅一啲外交嘅挫折同埋五四運動嘅發展嘅歷程啊。咁咧中國究竟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咧處於一個點樣嘅社會嘅國際嘅地位咧？咁我哋可以睇下啦。首先就係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個年份係幾時到幾時啊？同學有冇印象呢？咁個年份應該係1914年去到1918年嘅。當時咧中國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咧，就即係以戰勝國嘅身份啦，能夠參與巴黎和會嘅。咁喺巴黎和會上面啦，中國嘅北洋政府嘅代表啦，希望能夠爭取一啲嘅主權嘅啲利益啦。咁但係咧就受到列強嘅即係反對啦。咁所以咧呢場運動咧就即係其後翻到去中國啦，引起咗好多學生嘅一啲不滿啊。咁所以形成咗一場咧大規模嘅愛國主義運動。咁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報道咧，去咧繼續去紀念五四運動呢件事噶。例如去到今年啦，2025年咧就係五四運動106週年啦。咁喺灣仔嘅金紫荊廣場亦都有升旗禮啦。咁同我可以望下個報道點樣講先。雖然係一個儀式，就開始啦。19個青少年制服團隊代表，包括青少年軍、少年警訊等，喺銀樂隊帶領下列隊進場。
今年嘅升旗禮有超過1200個中小學生參加。升旗儀式朝早8點舉行，全體肅立就唱國歌，向國旗同區旗行注目禮。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劉光源、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等出席。今次儀式亦都係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獲邀出席嘅包括3個東江中隊香港地區抗日游擊隊員。我哋睇到嘅特別高興，雖然係一個儀式，但係個儀式當中反映咗佢哋嘅心底國家民族嘅魂喺佢哋心底。我哋永遠要不忘初心，擔當保衛國家嘅責任。儀式上有制服團體代表宣讀5·4宣言，為家國矢志不渝，愛香港同開新篇。陳國基向負責升旗嘅代表頒授錦旗。佢之後喺社交平台提到，青年係國家同香港嘅希望同未來，特區政府重視青年發展，正向引導青年，俾佢哋上流機會。又話國家有龐大機遇，寄予青年把握。1919年5月4號，學生、工人同民眾喺北京遊行示威，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北洋政府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同意將山東租界轉讓日本，冇捍衛到中國利益。示威之後蔓延到全國，最後迫使北洋政府拒簽不平等條約。無線電視記者翟瑞文報道。好，咁則新聞就去到呢一度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咧依然咧會有呢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5·4青年節嘅。咁就因為當時青年人咧好熱心咁樣去參與其中，去參加呢場嘅政治運動。咁去翻書先啦。咁我哋望一望第一部分先啦。咁民國初年嘅時候啦，中國咧內部亦都係好紛亂嘅，因為有軍閥割據啦、爭權啦。咁列強咧對於中國嘅侵凌咧依然係變本加厲啊。咁好多知識分子浸過鹹水海噶嘛，佢係接受過西方思想同埋啲西方嘅教育，去過外國留學啦，甚至係透過報章啦、雜誌了解到咧西方嘅政治嘅體系啦。西方嘅民主啦嘅一啲思想啦，咁亦都希望諗緊究竟我哋咧點樣去拯救中國呢啲咁敗壞嘅時勢咧？咁於是咧陳獨秀啊喺1915年就創辦咗青年雜誌，亦都係其後我哋所稱嘅新青年雜誌，就同咧胡適啦、李大釗等等嘅知識分子，就希望咧透過文化嘅渠道啦去改革中國嘅政治體系嘅。呢啲人係啲咩人嚟嘅咧？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都係一啲喺中國社會上面受過高等教育嘅人啦。咁例如咧，蔡元培就係當時咧北京大學嘅校長啦，而胡適咧亦都喺北京大學度任教，係教授嚟嘅。李大釗就係圖書館嘅主任。咁呢班知識分子覺得我哋咧作為讀書人咧係有責任咧去改變個社會㗎。當咧社會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咧提出一啲方法咧去共同去挽救個政局嘅。咁佢哋咧就即係提倡咧就學習西方嘅民主同埋科學。民主同科學呢兩個字咧，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德先生即係 democracy。蔡先生即係 science 咁樣啦，咁係由英文咧去音譯翻嚟啦，咁所以就喺五四運動期間啦，啲學生亦都會高舉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嘅兩面旗幟嘅。咁民主科學嘅思潮啦，喺民間逐漸傳播啦，咁就成為咗當時五四運動嘅基礎。第32版啦。山東問題嘅形成又係點樣呢？第一次世界大戰係1914年爆發啦。當時咧日本想對咧德國宣戰喎，咁佢都要有啲藉口先得噶嘛。
咁所以咧就出兵山東啊，希望能夠咧去佔據咗咧德國咧喺中國嘅權益，包括咗咧青島、加州灣同埋膠濟鐵路。咁咧喺之後啦，咁日本咧亦都向中國提出21條款，就希望咧繼承德國喺山東嘅權益。咁但係咧呢啲權益本身其實係屬於中國所有噶嘛，日本憑乜嘢去繼承呢啲權益咧？咁即係講到尾都係唔合乎道理嘅喎。咁但係袁世凱一於少理啦，佢當時係為咗個人嘅一啲利益啦、野心啊嘛，希望能夠即係鞏固北洋軍嘅勢力啦，於是即係為自己嗰個稱帝去鋪路，咁同埋要拉攏日本嘅支持啦，所以係答應咗日本大部分嘅要求。21條款咧講啲咩咧？就係咧除咗繼承山東權益之外咧，亦都要學習日本嘅軍事嘅一啲策略喎。即係要聘用日本人作為政治啦、財政同埋軍事嘅顧問。之前講過啦，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即係輸到趴喺度咁樣。咁而家仲要中國人卑躬屈膝去學習日本嘅思潮啦、日本嘅軍事政治。咁對於中國人嚟講，自然係一種侮辱嚟㗎。咁咧，段祺瑞啦、北洋軍其後嘅領袖啦，掌權之後咧，為咗拎日本嘅借款啦，就同日本簽咗山東問題換文。咁呢份咧就係當時嘅文件啦，上面寫咗4個字嘅，叫做欣然同意，即係咧當時咧段祺瑞咧係答應咗咧日本嘅所有要求啊，俾日本咧去佔據咧德國咧係山東嘅權益。呢3個名咧要記啊，青島、膠州灣同埋膠濟鐵路。咁當時咧呢個嘅消息啦喺中國啦就廣泛咁流傳啦，咁當然咧民眾係好不滿嘅。咁去到1918年啊，世界大戰咧去到尾聲啦，德國投降啦，咁中國咧當時係以戰勝國嘅身份去參與巴黎和會，因為中國係協約國啦，而德國係同盟國咁樣。咁咧中國嘅代表咧就要求廢除咧列強喺中國嘅所有嘅權益，希望咧拎翻德國咧係山東嘅青島啦、膠州灣同埋膠濟鐵路。咁但係咧，日本咧就拎翻呢份文件啦，山東問題換文同埋有一條出嚟就話，你哋當時都已經簽咗㗎啦，咁即係白紙黑字寫到明喎，咁唔可以咁樣反口。咁再加上啦，英國啦、法國同埋意大利3個國家咧，同日本亦都達成咗一啲協議啦，所以佢哋自然咧就偏袒日本嘅利益啦。咁中國咧當時喺巴黎和會咧面對咗好重大嘅一個即係好重嘅一個即係失敗啦，亦都係所有嘅要求俾列強咧否決咗。咁列強咧同意咗俾日本繼承德國喺山東嘅權益。咁所以咧，中國喺個外交上面咧，係即係失敗嘅消息傳翻中國之後咧，中國嘅青年人啊、學生係特別不滿嘅。呢度咧，之前我哋堂上做咗啦，係咩意思咧？幅漫畫，望一望標題先，玩弄於股掌之上。點樣去睇翻呢個字咧？係即係上面睇落去嘅玩弄於股掌之上。邊個人被邊個有玩弄於股掌之上咧？睇下圖片啦。右邊嘅係咩人啊？着住和服。同學，如果去日本旅行，唔知你會唔會都着和服咧？咁好明顯啦，呢個男性啦，象徵住就係日本啦，即係列強啦。而呢個小朋友俾人抱咗上隻腳度喎，坐喺度，咁係邊個咧？咁就係中國啦。日本咧同中國講啲嘛，公道待遇，我哋而家咧都希望要喺中國擁有公平嘅待遇，希望佔據喺中國嘅一啲權益。咁咧已經將隻腳咧伸咗入去中國嘅山東省咯，想佔據德國喺山東嘅青島啊、膠州灣啊、膠濟鐵路呢啲嘅權益。咁所以說明咗咧，當時咧日本咧對於中國咧係即係有好大嘅野心啦，亦都係即係好希望能夠咧從中獲取更多嘅利益啦，去擴展勢力嘅。而中國嗰個態度咧，亦都係欣然同意喎，好樂於去接受嘅喎。佢完全係冇反抗啊，見唔見到啊？望住日本嘅，俾人玩弄於股掌之上。咁
即係去到最後嘅即係5月4號啦，1919年5月4號啦，即係北京大學嘅學生真係於心不忍啦，望住個社會嘅局勢咁樣變化，中國嘅外交咁失敗，都希望能夠咧為中國爭一啖氣嘅，有3000幾個學生聚集喺天安門，咁就即係舉行咗啲遊行示威啦，佢哋嗌一啲口號㗎，呢啲口號咧就即係包括有還我青島啦、外爭主權、內除國策。咩係外爭主權咧？就係希望中國對外咧可以爭取咧更多嘅外交主權，即係唔需要再簽咩不平等條約啦，亦都唔需要再割地啦，所以任由咧列強咧去即係屠宰啦，希望即係獲取更多嘅款項啦，亦都希望咧中國內部嘅政治可以革新啊，除去所有咧出賣國家主權嘅官員。特別咧，佢哋將矛頭指向咗3位官員，佢哋叫做曹汝霖、陸宗輿、張宗祥。因為咧呢3位官員咧係有份咧向日本咧借款嘅。遊行期間咧，學生亦都係好激動啊！佢哋咧闖咗入去曹汝霖嘅屋企入邊縱火，更加係咧打傷咗咧曹宅入邊嘅張宗祥。咁當時啦，政府見到啲學生失控喎，咁點啊？梗係需要鎮壓佢哋啦。咁就即係出動咗啲軍警啊，去逮捕咗呢啲學生。呢件事情咧冇因為咁樣而完結，反而咧慢慢咁發酵。北京咧唔同院校嘅學生咧發動咗罷課啦、罷市啦等等嘅行動啊，天津啦、上海唔同嘅地方亦都響應其中。咁由於北洋政府咧去拉咗啲學生啊，呢件事情咧引起咗舉國憤怒啦。咁有啲人咧就呼籲就要抵制日貨啦，唔好再購買日貨啦，我哋應該支持翻中國嘅國貨。咁所以咧當時咧呢場嘅行動咧入面啦，好多嘅百貨公司亦都有參與啊，例如永安百貨啦，亦都即係有號召啲民眾咧嚟到自己嘅百貨公司去睇下究竟我哋嘅百貨公司入面有冇售賣日貨咧？如果有日貨嘅話咧，可以即係抵制啦，即係叫啲民眾支持翻國家生產嘅貨品。當時香港又係點樣呢？香港亦都有參與其中㗎，有啲嘅市民啦，將屋企入邊嘅國貨啦，全部咧搬到去荷里活道啦、皇后大道啦、百花街一帶啦，咁就即係一齊咧，就即係抵制日貨啦。我哋望下呢一度先。當時咧，1919年5月25號啊，天津咧甚至咧喺報章上面登咗一首歌，叫做《抵制日貨歌》喎，講話日貨絕，日貨絕，東瀛三島自消滅。咁咧國道貧時國不強啊嘛，方信華人強有力，抵制日貨在民心，提倡國貨本天職喎。即係當時咧支持國貨已經成為咗民眾咧即係最主要嘅一個任務啦。因為支持國貨，即係表示對於國家嘅民族嘅支持啦、而愛啦，亦都係對於列強嘅反抗啦。北洋軍政府啊，面對咗好大嘅壓力啦，咁就只好釋放咗呢啲嘅被捕學生，亦都咧罷免咗曹汝霖、蔣宗輿同埋張宗祥嘅職務。咁啱啱所講啦，參加巴黎和會嘅中國代表啦，拒絕簽署在德和約嘅簽字，咁呢個間住個結果先啦。咁中國咧喺五四運動上面咧，終於叫做落幕啦，即係呢件事情總算有個好嘅結局啦。咁五四運動咧，究竟嗰個詳細嘅內容係點樣咧？可以參照翻書嘅 page 35版上面有漫畫嘅。咁唔知同我睇完之後，你覺得當時五四運動即係如果呢件事情咧，你喺1919年嘅時候，你會唔會參與其中咧？同埋對於究竟中國嗰個外交上面嘅大挫敗，你有咩嘅感想咧？咁但係我哋可以知道嘅就係當時咧學生嘅參與咧係即係表達咗佢係對於國家嘅關心啦，國運嘅即係國家命途嘅關心啦，即係希望能夠捍衛翻國家主權啊。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啦，五四運動咧成為咗一個節日啦，青年節就係因為
學生咧對於國家嘅熱愛去到今時今日，亦都係繼續應該高舉嘅。咁去到咧下一章嘅時候，我哋會再講下究竟五四運動點樣喺文化層面去做改革咧，同埋佢帶嚟咗啲咩深遠嘅影響嘅。